香港 TVB 一周星星最新一期啱啱播完，直接被任達華嘅神操作炸上熱搜頂流，冇狗血秘聞，冇行業互撕，僅憑佢對住鏡頭嘅一句篤定爆料，佢同華哥嗰段感情我諗都快㗎喇。瞬間將黃日華同關寶慧嘅戀情話題搞得沸沸揚揚，全網都喺度瘋扒，呢個係要官宣嘅節奏。節目中你問我答環節嘅設計本係為咗拉近嘉賓同觀眾嘅距離。今次關寶慧以預錄視頻嘅形式現身，向任達華提問咗近期流傳甚廣嘅房產相關傳聞，問題客觀且貼合大眾對明星生活嘅好奇點。任達華條理清晰，但回應完房產傳聞之後，或許係被視頻中關寶慧嘅狀態感染，突然話風一轉，將話題聚焦到咗對方嘅個人生活上。佢先係唔吝讚美之詞，稱關寶慧係滿族靚女，身上透住一股好正能量，言語間滿係對呢位後輩嘅認可。緊接住，任達華話風再轉，拋出咗全場最重磅嘅話題。佢唔係同華哥有一段感情咩？我真係希望佢哋可以好好發展呢段感情。呢番突如其來嘅爆料毫無預兆，唔單止令現場觀眾驚呼出聲，就連經驗豐富嘅主持人黃振全都當場愣住，隨即掩嘴大笑。緩過神後，即刻捉住話題追問任達華：達華哥，你呢個係喺度公開爆料咩？面對主持人嘅追問，任達華並未迴避，反而更加篤定。當被問及會唔會真心祝福關寶慧嘅戀情時，佢接連重複道：我諗都快㗎喇，快啦快啦，快啦，語氣堅定，彷彿已經知曉兩人嘅感情進展。更關鍵嘅係，任達華仲透露咗一個極具說服力嘅細節：一向對體育賽事興致唔高嘅關寶慧，如今竟然開始主動鍾意足球，經常主動參與黃日華、譚詠麟等香港明星足球隊成員嘅聚餐，仲會同大家一齊睇波傾波。喺頻繁嘅相處中，兩人嘅互動模式越發親密自然，早已超越普通朋友嘅界限。事實上，黃日華同關寶慧嘅緋聞並唔係首次發酵，早喺2021年就已經喺香港娛樂圈傳開。當時有媒體拍到兩人喺半個月內先後2次單獨聚餐，席間相談甚歡，氣氛十分融洽。更引發熱議嘅係，兩人仲喺社交平台上曬出咗親密嘅貼面合照，相中兩人距離極近，笑容真摯，絲毫冇避諱。呢一系列舉動令戀愛傳聞一度甚囂塵上，唔少網友留言猜測，難道正哥哥同穆念慈要喺現實中續寫情緣？到咗2023年，呢則緋聞更係意外升級，網絡上突然流傳出黃日華向關寶慧求婚成功嘅假消息，消息傳播速度極快，短時間內便席捲全網。面對呢一則離譜嘅謠言，一向低調嘅黃日華不得不打破沉默，即刻同關寶慧保持距離以避嫌。喺接受記者追問時，佢只係用10字簡潔回應：真係應該講咗，假嘅唔提吧。態度克制，但立場明確，既冇過度解讀，亦清楚地劃清咗謠言同事實嘅界限。而關寶慧喺接受採訪時，亦都坦言，相關唔實報道俾佢嘅生活同工作帶嚟咗唔少壓力，令佢倍感困擾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雖然緋聞多次發酵，但雙方始終冇公開承認過任何戀情。呢個亦令兩人嘅關係更添咗一層神秘感。要理解大眾對呢一則緋聞嘅複雜情緒，就不得不提及黃日華同已故妻子梁潔華嘅嗰段圈中佳話。喺好多觀眾心中，黃日華同梁潔華嘅感情係香港娛樂圈嘅愛情範本，承載咗一代人對純粹愛情嘅嚮往。兩人嘅緣分始於1982年，當時兩人均係無線電視嘅藝人，喺日常相處中漸生情愫，隨後正式確立戀愛關係。經過6年嘅愛情長跑，兩人喺1988年攜手步入婚姻殿堂，婚後唔久就迎嚟咗女兒黃子晴嘅降生。數十年嚟，兩人始終夫妻恩愛，殊淵情深。即使喺娛樂圈呢一個充滿誘惑嘅環境中，各自遭遇過零星緋聞，亦都從未動搖過彼此嘅信任同感情。2013年，平靜嘅生活被打破，梁潔華確診白血病。
呢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，令黃日華陷入巨大嘅悲痛中。但佢好快就振作起身，做出咗一個令所有人敬佩嘅決定，推掉手中所有嘅工作，全身心陪伴妻子對抗病魔。喺接下嚟嘅7年裏邊，黃日華全程陪同梁潔華經歷化療、骨髓移植等一系列痛苦嘅治療過程，悉心照顧佢嘅飲食起居，用行動詮釋住執子之手、與子偕老嘅承諾。最令人動容嘅係2013年兩人嘅銀婚紀念日，亦都係喺病房度過㗎。黃日華精心準備咗小禮物，同妻子、女兒喺病房中簡單慶祝，畫面雖然樸素，但係滿係溫情。2020年，梁潔華仲係冇得戰勝病魔，唔好彩病逝。妻子嘅離去令黃日華受到咗毀滅性嘅打擊，佢一度鬱鬱寡歡，難以走出陰霾，甚至喺公開場合多次失控落淚。嗰段時間，佢好少出現喺公眾視野入邊，將自己封閉起嚟，沉浸喺失去愛人嘅痛苦中。直到近2年喺女兒黃子晴嘅陪伴同朋友嘅開導下，黃日華先慢慢釋懷，逐漸重新走進大眾嘅視野。如今嘅黃日華早已唔復當年靖哥哥嘅清潔，亦冇咗娛樂圈嘅浮躁，成個人透住一股淡薄紅塵嘅心境。前段時間佢正式宣布退出娛樂圈，唔再接拍任何影視演出。呢個決定令唔少粉絲感到惋惜，但亦得到咗更多人嘅理解。談及退圈嘅核心原因，黃日華嘅回答滿係深情：我嘅頭號粉絲兼表演顧問已經離開咗，佢走咗，再睇唔到我演戲，我演嚟何用？簡單嘅一句話，道盡咗對妻子嘅思念同眷戀，亦令無數人為之動容。退圈後嘅黃日華，生活變得簡單而充實。佢將大部分時間都用喺照顧女兒黃子晴同屋企人身上，彌補過往因為工作忙碌而缺失嘅陪伴時光。除此之外，足球成為咗佢唯一嘅熱愛同精神寄託。佢成日跟住香港明星足球隊暢州過省參加各類友誼賽，喺球場上揮灑汗水，享受運動帶嚟嘅快樂。閒暇時，佢仲會同周潤發等老友約跑步、爬山，喺大自然中放鬆身心。唔單止咁，黃日華仲始終秉持住公益之心，多次自掏腰包參與公益捐贈，用自己嘅力量幫助需要幫助嘅人，低調踐行住藝人嘅社會責任。而作為呢一段緋聞嘅女主角，關寶慧嘅人生同樣頗具故事感。1968年出生於香港嘅佢，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系，憑借畢業歌舞劇《油脂》嘅亮眼表現，被無線電視簽下，正式叩開演藝圈大門。佢嘅熒幕之路從武俠題材中綻放光芒。1994年張智霖版《射鵲英雄傳》入邊，關寶慧飾演嘅穆念慈堪稱經典。佢打破角色以往嘅柔美設定，以內斂堅韌嘅氣質，精準詮釋出人物嘅心情同宿命感。雖然當時造型引發爭議，但佢憑借細膩演技，仍然成為咗一代人嘅童年記憶。此後，關寶慧喺武俠劇中持續發力，《九陰真經》入邊冷若冰霜嘅梅若華，《獨臂刀客》入邊雌雄莫辨嘅鳳飛雪，《碧血劍》入邊愛恨濃烈嘅何鴻燊，每一個角色都個性鮮明。佢將複雜人性刻畫得入木三分，令觀眾過目難忘。戲路寬廣嘅佢，從來唔局限於武俠俠女嘅標籤。電影《烹屍之喪盡天良》中，佢挑戰遭遇不幸嘅女死者一角，咬牙忍受虐打、屈辱等高強度戲份，以全情投入嘅敬業態度，贏得業界認可。從喜劇《我愛玫瑰園》入邊默默無聞嘅秘書，到《使徒行者3》感動佢77次等現代作品中嘅黃金配角，30餘年演藝生涯入邊，關寶慧始終秉持咩角色都敢演，都可以演好嘅信念，用實力證明咗自己極強嘅可塑性。相比起事業上嘅穩步前行，關寶慧嘅感情之路卻布滿荊棘。1994年，佢曾經同圈中男友相戀，甚至已經見過雙方家長，估唔到對方突然消失。3個月之後，佢先知道男友早已經另娶其他人。呢一場突如其來嘅背叛，俾咗關寶慧沉重一擊，亦都令佢對愛情心生戒備。此後單身近30年。現實中嘅關寶慧，恰似佢飾演嘅穆念慈，內斂又執着，格外看重伴侶嘅道德底線。多年嚟，佢雖然經朋友介紹頻繁相親，但總因為細節唔合錯過良緣。
就算如今已經年過50，關寶慧依然坦誠表達心願，渴望結婚，想被人照顧，甚至大方直言，就算70歲結婚都未嘗不可。如今任達華嘅一句爆料，令大眾對黃日華同關寶慧嘅感情充滿期待。呢對歷經生活波折嘅人，能否迎來屬於自己嘅幸福結局？或許就如任達華所講，好快就會有答案。